雞煲要炆得入味，秘訣就係柱侯醬啦。今日就教大家煮麻辣雞煲。好多港式嘅老師傅呢，都用呢款利咁嘅柱侯醬呢嚟做炆煮嘅，炆出嚟嘅肉呢，色澤靚，帶着濃郁的豆醬同埋芝麻香嘅，可以話係色香味俱全。首先我哋將個煲預熱佢，然後加少少嘅油，葱蒜薑爆香，乾辣椒喺大火爆香，開始轉金黃色嘅時候呢，就可以將個雞肉擠入去，盡量開大火嚟炒啦。加入準備好嘅番茄醬、你咁嘅紅貓牌蠔油、鮮味生抽，同埋煮個雞煲最關鍵嘅你咁嘅柱侯醬啦。呢個時候我哋繼續咁樣嘅大火嚟翻炒。加入少少嘅水，大概蓋過個雞就得㗎啦。個雞煲大概煮開差唔多成12分鐘嘅時候呢，我哋呢度可以加入啲腐竹片啦、番茄啦，繼續煮多個3至4分鐘，加翻少少嘅韭菜啦、芫茜，當然就少不了一個麻辣粉啦。然之後繼續翻炒就可以上鑊啦。麻辣雞煲。開餐廳嘅你哋可以揾劉志峰幫你送貨上門。